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官，做高等法院法官啊，法庭審訊法官啊。我鰂魚涌啊居住啊，叫做麥志成啊。2013年俾人屈啊，勒索啊，我唔知去邊度揾人勒索咯，我真係唔明咯。不如由開張由鰂魚涌英皇道1048號地下呢個益發大廈內地下2號鋪，由開張到2013年美國嚟拍電影嗰一日，查一查入息證明啦，呢個點撚嘢啊？生意營業額啊，睇下屌你老母臭閪點樣勒索呢間咁撚嘢電影行業啊！如果我案發嗰一日早上有行去問去攞個金錢呢，1蚊1毫紙呢，屌你老母，我願意終身監禁啊！法官審訊法官記住啦，好快滅亡噶啦！你咁撚鍾意貪污，連呢個行政長官李家超都唔撚拉佢啊，連林鄭月娥都唔拉啊！你哋貪污貪撚到你哋啊！柴灣差館啊，有恒發冷氣水電工程啊，啲印章喺度啊，啲單嗰啲啊，係我鰂魚涌麥志成啊，個電話號碼係我登記嘅商業電話號碼，呢個 fax 啊，記撚住啦！成班喺度屌你老母閪，想殺我啊！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啊！屌你老母，咁撚樣俾你屈，你老母臭閪！我做鬼啊，死撚咗唔撚放過你哋啊！屌你老母閪，唔撚還一個清白公道俾我！屌你老母我去高等法院申請上訴，俾假資料檔案標控我啊！屌你老母閪啊！有冇搞撚錯啊？你咁撚鍾意冒認啊？偽造文件、虛假文書啊！哇！你老母臭閪，唔撚拉嗰啲人嘅，貪心貪撚到你哋啊！我個仔大個啦，屌你老母！我搞撚硬啊！屌你老母，搞大件事去啊！屌你老母閪！我要面子啊！屌你老母，死撚咗要面啊！你老母臭閪！開間鋪咁撚樣俾你哋屈啊！屌你屈我勒索啊！屌你老母臭閪啊！你班冚家鏟！